自2022年10月初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教义的旨意求。圣经，咱来听读约翰一书第5章14节到21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，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，伊会甲咱听。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求，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。若有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犯着未至到死的罪，就祈求上帝，上帝会赐伊活命。我是指遐会犯着未至到死的罪的人得讲，嘛有会至到死的罪。我讲着祈求，并毋是指即个。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死，毋过嘛有未至到死的罪。咱知上帝的囝儿袂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囝得甲因保守，小者亡因袂着。咱知咱是属上帝，毋过全世界受小者管辖。咱嘛知上帝的囝已经来临，搁互咱有晓悟的心，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。咱甲真神上帝结连，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，即位就是真神上帝，是永远的活命。细囝，恁拢着闪开五常以上，照伊的旨意求。历史上，自称相信圣经却违背圣经核心教义的异端不断出现，因总是热情地传福音，特别是对基督徒用各种有害人的理由来鼓舞人改信，通得到更较侪的祝福。假使基督徒对圣经无识，对信仰认捌无深，真容易就会妨牵得行。阮教会有一位姊妹，某一遍伫公园牵狗伫散步时，拄着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伫向伊传福音。当姊妹表明伊是基督徒的时，对方反转搁较想要谈论信仰，搁质疑：假使咱无法度正确呼叫上帝名耶和华，咱的祈祷要安怎会得到应允呢？该知姊妹有上过教会的信仰课程，就和对方谈耶和华这个名的由来，搁正确引用圣经做回应，互对方自然退开。基督徒的信仰并毋是追求家己的意爱，是追求上帝的心意。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明，若假使咱照上帝旨意来祈祷，上帝就会听。作者约翰提醒信徒，异端是要爱人远离上帝，离开永生的道路。当人信探异端，主动远离上帝的道，那安尼伊就是犯着至到死的罪。虽然不义的行为拢是罪，毋过也未至到死的罪。对伫犯罪的信徒，为因祈求是有果效的。上帝因为安尼保守因远离罪恶，互恶者无法度加害因。总是人若是刻意背离上帝，搁安怎为因祈求也是无路用。只有因亲自活转来到上帝面前，才会当得到性命。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哈认为，上帝是人幻想出来，上帝只不过是人的内在本性向外投射。实际上，
是对家己的崇拜。这个话讲了无毋对，真侪宗教信仰服务的对象拢是家己，解决家己的痛苦甲忧伤，追求家己的快乐甲富足。相反，真侪异端也提供这个满足人需求的操练，吸引人离开永生的道路。总是基督信仰追求的，并毋是自我的实现，是上帝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顶。因着追求上帝的旨意，互咱的信仰甲其他附加的信仰有所分别。不过，这毋是讲咱着爱放弃家己的人生，放弃家己的才能，通发挥的空间。捌有一位导演来阮教会演讲，谈论家己的信仰转变甲电影之间的关系。总是伊坦诚，家己内心有一种挣扎，在伫追求上帝旨意甲家己的理想之间的冲突，这互伊真困扰。我常常有一个感动，甲伊分享神学家布尔纳的话：好调就是你上深情的喜悦，甲世界上深切的需要交汇的所在。这句话互伊释怀，互伊知影成就上帝旨意的时，家己的性命才会当真正完整。默想，我安怎互上帝旨意行伫我的生命中？我安怎互上帝的旨意行伫我的生命中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常常偏行家己的路，赦免我只求家己的欲望实现，煞毋聆听你的心意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指教我，互我行伫你应允的生命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